在现场要带大家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者参加关注明日观光宣传活动，外口的团讲有可能和立法院黄国昌进一步合作，也有其他的政治议题，做回来听详细的回应。市长，这个绿党王浩宇说黄国昌可能跟你合作，你去选总统之后，黄国昌就来卡台北市长的位置。我不晓得啊，这个我老实讲，我很久没有看过黄国昌了。不晓得，我们都没遇到过他。那你觉得黄国昌有对你比较好吗？没有什么，其实老实讲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大概70%的还是支持我的，在过去的，我说那基本是这样。本来我们跟时代力量，因为时代力量大部分还是年轻人支持的政党嘛，所以本来那个支持者就 overlap 很厉害。那你会跟黄国昌合作吗？然后看他合作什么，我不晓得。如果他来选台北市长呢？我都还没走，你们就人家哇，这阿哥的嘴，你们都已经在想了，哇是。那如果他跟林长佐，黄国昌跟林长佐，你觉得谁比较适合台北市长？林长佐应该还是这一次会选，还是万华区立委还是会继续选的。没有这个的话，这种，我等下讲代志发生在烦恼，你知道，这没情没咧跟留下。市长，可是有些事情好像没办法拖太久。包含说，如果你登记的话，副手人选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要先设定出来？但是那个条件是我要先决定我要选，再来决定副手啊。那会不会太晚了？不会的。那你觉得理想的副手条件是什么？没有啦，我跟你讲，那有什么这个，讲来讲我还没开始想呢。有需要女性吗？不用刻意吧。下一题。啊？是不是在等郭台铭？然后因为上次你有讲，你有出题目给他，那个题目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不用吧？因为有人猜测说你是问了郭董说是要怎么样才可以赢，是这样子的问题。不是啊，每一个要选的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又不是只有我才会问的嘛。那你问郭董问了什么问题？没有啦，这个私底下的问题你们就不用紧张了。那他回应了吗？他也要想一下。所以他回你了吗？他已经知道题目了吗？还没。因为对方说他们还没跟你们其实正式的联系上，现在是在等他回国嘛。那你人都不在吗？人都不在要怎么谈？那他选会比你出来选有胜算吗？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我也不晓得。那我看所以，但是很难回答的题目。因为如果他选听起来是你会降低您的参选意愿，会改为结盟的合作模式。哎呦，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没有其他题目可以问吗？市长问一下，那个有人劝韩国瑜借转怎么看？这是在适度就好了。这个也不是说醉酒的定义是吧？那个平常酒我们还是有在喝啊，不要喝太多就好了。那大蒜加高粱真的可以有什么功效吗？我不晓得，我是西医，不是中医，你不要问我那个中医的题目。你周末才去云林，你周末才去云林，然后总统好像就去云林，会觉得有点刻意针对你吗？才较劲的意味。还是那一句啊，台湾小小的，你知道吗？这常常走来走去，总是会重复嘛，这没办法。市警局对像那个钟小平现在被退场，然后他说他有跟你谈过了，他现在极力要促成的是多科配。他就在那里，等一下你们再访问他。他刚有讲了。他说跟你谈过了，然后可能会变成就是实习的立委中其中一席，是吗？再讲嘛，这个等一下看他怎么回答，他也在那里，你们问他好了。他刚刚自己讲的。我讲这个代志时搞时等，你知道，等事情发生了再来烦恼啊。来，下一题了。市警总对原转教室开单，这样是用开单来剥夺原住民的言论自由吗？不是啊，我们还是个法治的社会嘛，所以一切就按依法行政。我不想，警察局不会无缘无故跟人家开单嘛，一定是有什么违反什么规则才会。市长的麦克风拿太高。好了。市长，那个外面今天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声浪团体现在在外面请愿，希望可以合法进入社区，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样的台湾台北市的不止台湾，就是我们台湾要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你知道
对于这些什么身障啦，就说的同胞，你知道，我们还是要给他，还是要同理心的。所以我都觉得这样，不可以那种说什么把他污名化，那不给他进驻。我觉得这个不会符合我们一般不会符合我们现行社会的要求。我想，所以老实讲，他们对那些那个叫做身障的这种市民朋友，他只是在表达说他们有该有的权利，就这样。我作为市长，我是支持的。但是上一次连开仔的，好像自己会让步，所以要把那个喜羊羊的之家延后进驻。没有，我觉得这个都不可以这样，这是这样的哦。文明社会有一定的标准，不可以。我跟你讲哦，我们不可以再把这种污名化，这个不符合作为一个文明城市的标准。台北市长的这种立场是相当清楚。你觉得还是，如果是跟市长备位市长人选，你觉得还是高嘉瑜最适合？如果跟黄当然，我觉得我是支持他先选港湖的立委了。这个他应该如果选的话，是下一个应该先选港湖的立委吧。那你备位市长人选，你心里有底吗？没有啊，想了很久还没想出来。好了，没有事的。你觉得缺了什么？好了，今天这个魏时沙移到这里就可以了吧？好，谢谢。